古早有两个小碗国家，一个是大国，一个是较细的小国。这两个国家本来是和平斗阵，两捌有冲突。伫这两国的国境交界一个偏僻的所在，因为这离因的都市拢诚远，所以拢干那派一个兵仔来过国界就比。大国这边派的是一个老伙仔，小国这边派的是一个少年家。这两人，一个住石壁的正边，一个住石壁的倒边，因为这是青山拿来，所以真罕地看到什么过路人的影。头起先，因为无熟悉，这两人中间有一种讲袂清是要做对头，也是要交朋友的感觉，所以互相无什么讲话。不过，反正是因为拢是孤一个人，感觉真无聊，也可能是因为春天的日子真长。照伫因头壳顶金色色的日头真烧热，心情变甲真爽快。就安尼伫不知不觉中间，落尾因两人成做好朋友。拄好伫国界的所在，有一丛毋知是啥人种的野玫瑰。逐工透早的时阵，虫仔飞来采花蜜，触及伫花蕊顶头，实啊花枝白叮当，好听的呜呜声。传到腰底迷茫的人的视腔内底，当就爱起来啊！虫仔倒来遮济啊！因两人亲像大仙讲好的款，上时讲出喙，各人行到外口，真实的日头已经伫树花顶光夜夜对照啊！伫遮有一个所在，有清气的泉水为石头旁流出来。因拢会提声洗喙洗面，即天正拄好，两人避些相拄。豆早，今仔日是好天呢。豆早，真正是好天呢。出日头心情真爽快。两人都伫遐，那听咧开讲，那日头欣赏四处位仔的天地。虽然天地逐工拢同款，如果逐摆看。心内拢会有新的感受。少年家拄开始袂晓行，数日老伙仔都教伊教，学会晓伊了后，逐工伫店前的下晡，两人都相相坐咧听题。头起先，老伙仔听题的本顶上介坐，要着爱让手互少年家。如果伊讲到尾，少年家都毋免互人让。有时啊嘛会惹老伙仔，少年家甲老伙仔的性别拢真好，做人正直温顺。因两人都算讲伫棋盘顶头，以小点来比现领车拼，不过心内嘛拢袂得冤仇。哎呀，我这盘要输啊！安尼一直选，实在是伤艰苦啊！若准是真正的战争。毋知会变安怎？老伙仔讲，开嘴大声地笑。少年家正眼面，嘴笑目笑，认真爬上棋盘面顶，以小点来对杀老伙仔的乌衫啊！鸟仔伫树瓜顶欢喜地唱歌，白玫瑰散发阵阵的香味。冬天来啊，天气变寒啊！老伙仔就开始思念南平，因家孙拢住伫迄搭。我实在真想要绿早退休，通紧转去故乡。老伙仔讲：“你若转去啊，都会有我毋捌的人来接手你的位。若是来的人是清澈温顺的，迄都了袂歹。如果若是有对头观念的人，迄都真正力啦。”请你着爱搁加大一阵啊！春天就要来啊！少年家讲，无偌久，冬天过啊，春天来啊，就伫这个时阵，这两个国家因为某米利益冲突，煞来发生战争，所以原本逐工和和气气斗阵的两人，嘛变做对头的关系，情势变甲这么歹收煞。
实在互人安怎想都受袂晓。代志到这，你甲我对今仔日开始都是对头啊！我老帮老，毋过嘛是小事，你摕我的头转去，都会出头天。那呢，都甲我刣死啦！老伙仔讲，听到这款话，少年家规个面红去。你是要讲啥话啊？咱太也是对头呢。我的对头毋是伫遮，是伫别位啦。战争是伫高较北边的所在，我要去遐车拼。讲煞，少年家就离开啊。国界干那剩老伙仔孤一个。对少年家离开迄天开始，老伙仔就细心戆戆过日，野玫瑰开花啊，虫仔一日到晚规定伫花丛飞来飞去。但真正伫遮远的所在要输赢，就算真足听，抬头摒细看，嘛听袂到一丝仔庆声，看袂到一丝仔乌烟。老伙仔对迄天开始，就一直被烦恼少年家有平安无。日子就安尼一天搁过一天，有一天，一个过路人经过遮，老伙仔就问伊战争的情形。过路人甲伊讲，大国拍赢，小国的兵仔规个总死，战争已经结束啊！老伙仔心内底想，刚讲少年家嘛死啊，伊哪想哪坐伫石壁骹，头咧咧伫烦恼。画一个倒拄久啊，远远传来大阵脚步的声音，伊抬头看，原来是一队人马，带头骑马的，就是迄个少年家。囡仔无声无息摆伫咧踏脚步，因食过老伙仔面头前的时阵，少年家点点啊甲伊食咧，搁偏一个野玫瑰的花芳。老伙仔当底想要开喙讲话。煞常常精神，原来敢若是在眠梦。大约过了一个月，野玫瑰免去啊。去年秋天，老伙仔退休，倒转去练兵啊。